你有冇去過香港啊？去過。去過啊？去邊度玩啊？黃大仙。黃大仙拜神喎。係啊，求財。求財。記得問你係幾多號添？我係92啊。咁你平時有冇咩興趣咁啊？唱歌。嚇，你中意唱歌㗎？係啊。咁可唔可以唱首歌俾我聽啊？嗱，今次介紹呢間水會咧，就喺皇崗村站嘅 C1 出口啦。出到嚟咧，就喺啤加丁嘅前少少位置，叫做木道啊。咁去到3樓咧，佢就有個好靚嘅大堂啦。咁你見到呢個 reception 姐姐咧都好靚女噶。咁我哋睇翻價錢先啦。咁啊同一般水會差不多嘅啫。咁啊充值有更加多嘅優惠啦。另外更衣室嘅咧，其實都好整齊整潔，因為咧呢間店咧開咗唔超過1年噶。你見到佢淋浴間都好多，咁啊所有都係雲石嘅牆身啦。咁而且咧佢哋裏面嘅沐浴露啊，同埋洗頭水咧都係名牌子嚟噶。另外咧最細心之處咧，佢哋另外有提供到洗面膏添噶。我哋再睇下一啲男士嘅梳洗用品啦，咁呢度有一啲嘅剃鬚刀，咁剃鬚刀咧佢哋個包裝都好靚啦，亦都唔係嗰啲好 cheap 嗰啲幾毫子嗰啲啊，呢啲咧都幾靚質感噶。另外出到去大廳啦，咁佢有啲水果盤嘅，咁可以叫佢哋職員咧幫你切好水果，一路按摩一路食嘅。咁另外呢度有得個飲品區啦，咁有啲樽裝飲品嘅。另外你想飲啲凍檸茶咧，水吧都可以幫你做到噶。我哋睇睇大堂位置，咁大堂都好大啦，而且每一個大堂嘅梳化咧都有個獨立電視機，一路煲劇一路做按摩。咁我哋睇睇房間啦，咁房間空間都大嘅，張床亦都好闊嘅。去過好多同類型嘅水會啊，呢度房間做到咁大咧，佢哋個格局都幾舒服噶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依家咧就安排技師入嚟啦。咁啱啱見到有個技師行過啊，第一個咧都幾甜美啊，笑得，咁我就揀佢啦。你好，我是920，很高興為你服務。你是哪裡來的？廣東人。廣東啦，你懂白話嘛？會一點點。哦，咁我同你講白話好唔好啊 ？OK 啊。咁你係邊度人嚟噶？湛江。湛江，咁你係咪成日食生蠔噶？聽講湛唔食，男人食噶嘛？男人食啊？係。你有冇去過香港啊？去過。去過啊？去邊度玩啊？黃大仙。黃大仙拜神喎。係啊，求財。求財。咁求唔求到啊？應該有啊。平時有冇咩興趣咁啊？唱歌。嚇，你中意唱歌噶？Lily 可以唱一首歌俾我聽吧？不行，我唱，叫我唱。你唱俾觀眾聽啊，不是唱給我聽。那我想問你幾歲啊？我00後啊。00後嗎？我看你是應該是06吧。謝謝你。那你在這裡工作了多久啊？開業就在啦。開業就1年多了，是不是？沒有，半年多。半年。哦，那你是上什麼班的？上晚班。晚班是幾點到幾點？8點到5點。5點。哦，怪不得你好像有一些紅貓眼哦。那你經常熬夜，得皮膚都幾好喎。年輕嘛。年輕。902妹妹咧，佢睇落去咧個樣，硬係似一個明星，又諗唔係邊個，但係咧佢真係輪廓真係好靚，身材都好好，而且個按摩技巧咧亦都好到位啊！佢每次一笑咧都笑得好甜好靚咯，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靚，係我杯茶嚟噶。喂，我想問，為什麼你的手會淤咗？胎記嚟的嗎？我以為你俾人打咯。你打的？你家暴？可以啊，可以家暴嗎？啱啱個920妹妹咧就係大堂噶，咁啊依家就安排入房做推油啦。佢嘅部長就介紹咗呢個技師俾我啊，佢話咧呢個真係唔錯噶，服務一流，試下係咪真係咁好服務先。你好，我是8號技師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啊，你是幾號？我不記得了。我是8號。8號。哦，8號啊，是紅牌喎。是嗎？是不是？對，我來自西安。你來自西安的嗎？西安是兵馬俑那個是不是？你看過兵馬俑嗎？你有去過嗎？我沒有啊。那你來這邊多久啊？差不多1個月了。1個月了嗎？那這邊多不多香港人啊？還蠻多的喎，這邊香港人比較多一點。那你懂白話嗎？會一點點，聽得懂一點。聽得懂嗎？那我跟你說白話好不好？你說簡單的就好呀，可以呀。你有冇去過香港啊？去過呀。去過香港啊？去過香港邊度啊？去九龍啊，都去過呀。九龍。哦，那你平常這邊呢？一天上多少個鐘呢？哦，這個也不一定啊，有時候會多一點，有時候會少一點。如果少的時候有沒有白板？這裡沒有啊，所以你是8號都挺好的，對。所以你是8號是紅牌了。是嗎？那你喜歡吃什麼的？哇，廣東菜都可以啊。什麼菜都可以啊？對呀。你喜歡什麼菜的？廣東菜不辣的都可以啊。我也是廣東菜啊。你肯定是啦，因為你是廣東人嘛。
所以我是你的菜吧。那你平常有什麼興趣啊？平時休息逛街嘛，都有的呀。逛街、行街。係啊，係啊。我去過海洋公園啊，海洋公園。以前去平頂山有去看夜景啊。香港消費肯定貴啦，所以你們都會來這邊啊。對，這邊一到週末，你們那邊香港過來的還蠻多的。對，所以你最忙嘅時候都是星期六、星期天吧？對對對。平常放假的是什麼時候啊？我們一個月有休4天假，只有4天自己安排咯。哦，好累嗎？也累啊，經常熬夜會有點累嘛，但是有休假呀。同8號技師咧傾偈都幾開心噶，咁咧佢咧硬係覺得似一個明星，叫陳玉琪啊，大家覺得似唔似咧？嗱，如果覺得似嘅，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。你好，先生，我們這邊到中了。那麼快？已經做完了。有沒有騙我那麼快到中？沒有啊，我們從服務從頭做到尾的呀。好啦，我下次再找你咯。好啊，那我們下次見咯。咧8號技師同我講喎，佢有位姊妹都好似一個明星啊，叫陳瑩啊，唔知大家知唔知咧？咁啊好啦，反正來都來了啦，咁咪試下啦。你係識講廣東話嘅？識啊。你係廣東人？係廣東人。你廣東邊度啊？廣東湛江啊。湛江咪好多生蠔食咯。係啊。哦。好多海鮮咯。你中唔中意食生蠔啊？我都 OK 嘅，應該係你哋中意我電話。我唔需要靠生蠔噶。係咩？係啊。我咁勁嘅。咁你嚟呢度嚟咗幾耐啊？2個半月。哦，咁你係幾多號啊？唔記得咗添。80號。哦，80號。係。有8字頭嘅都係紅牌嚟嘅喎。小學啦。小學啊？係啊。咁你一天上幾多個客人啊？中嘅話10零個。10零個鐘咁咪好攰咯？唔係啊，唔攰啊。唔攰啊？我係精神。好精神，好開心翻工係咪咧？係啊。咁你平時有咩興趣噶？平時係打高爾夫咯，打網球啊。打高爾夫？係啊。我哋香港人咧打高爾夫全部都好有錢噶。好有錢咩？係啊。練習場啊嘛。練習場。係啊。呢位80號湛江陳瑩啊，係應該靚過陳瑩添。咁啊，大家如果對佢有興趣嘅話咧，咁啊記得要 mark 定佢啦，係80號技師。咁另外咧，佢手法都唔錯嘅，同埋咧最緊要佢識講廣東話啊嘛，溝通係無障礙啦。好啦，咁啊做完服務之後咧，係時候要食下嘢先啦。咁而家出去咧，就見到咧呢個大廳咧，其實咧個裝修有啲似出面嗰啲5星級嘅餐廳咁樣噶。咁啊，佢呢度嘅夜宵時段咧就係11點至1點鐘啦。咁啊，夜宵咧其實佢都唔少嘢食嘅，有差唔多6、7個餸啦。餸方面都幾豐富㗎，你見到有蝦啦，咁啊同埋有一啲嘅臘肉啊、臘腸啊，有啲肉餅，同埋咧仲有水餃同埋有湯啊。啊唔係喎，呢個唔係湯嚟喎，呢一個係好似泡飯咁樣啊，好似係海鮮泡飯嚟嘅。好啦，咁依家攞翻埋位食啦。咁啊攞咗啲蝦、薯仔啊同埋餃子。咁啊食落去咧個蝦咧都幾彈牙喎，啲蝦都幾靚，同埋咧你見到開咗背啦，連蝦腸都挑埋。另外要讚下嘅就係呢個泡飯啊，咁啊佢唔係我哋普通粥嚟嘅，原來咧佢有海鮮啊都好足料嘅。食落去整體感覺咧個食物質素咧真係拍得住出面餐廳嘅質素嚟噶。咁啊，我覺得以呢個價錢嚟講咧，包一餐晚餐嘅自助餐再加一個夜宵嘅自助餐咧，真係唔錯嘅。不過如果你話對啲自助餐都冇興趣喎，咁另外咧你可以叫佢哋咧整一個餐蛋麵俾你啦，又或者咧整個公司三文治俾你，都係免費噶。咁啊，琴晚就食咗夜宵，今朝瞓醒咧就食呢個公司三文治。嗱，呢個三文治看底咗，真係好好食。咁啊，佢有得揀餐蛋麵啦。咁我建議大家揀公司三文治，餐蛋麵好多地方都有，但係呢個公司三文治咧就唔係度度有噶。好啦，今次嘅水壺介紹去到呢度啦，下次再有其他水壺再介紹俾大家。拜拜。